你看看你，今天又被训斥了一顿，还差点要挨打。你那小脾气啊，以后好好改改吧。姐姐，那是珠儿先挑的事儿，她是故意找我茬的。不过我也没吃亏，我呀迎头痛击，大获全胜。听你这口气，还颇为得意似的。今日的事还不长点教训？以后小心点吧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姐姐放心。就拿你没辙。三阿哥的生辰就快到了，姐姐想着要好好练琴，到时候给三阿哥还有众位姐妹助兴，我们一起乐呵乐呵。好呀，那陪姐姐练琴去吧。这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起来吧。众位娘娘，给太后娘娘，给万岁爷行大礼。臣妾恭祝皇上、皇娘万福金安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。众爱妃平身。谢皇上。玄烨的6岁生辰啊，过得很简朴，朕跟皇额娘都很高兴。玄烨啊，你高不高兴啊？皇阿玛，儿子非常高兴，特别是董娘娘送给儿子的礼物，让儿子爱不释手。而且，董娘娘的字写得太漂亮了，跟皇阿玛都有一比。三阿哥过奖了，董娘娘的字怎么能和你皇阿玛相比呢？要说这看字论字，皇额娘可是大行家。皇额娘，您看看，这德妃给三阿哥抄的唐诗本，您给点评一下。皇额娘，怎么样？要说德妃的字，这皇后和众妃真是望尘莫及。虽然哀家也练过书法，但都不如德妃。皇帝的字倒是真比德妃造诣更深。皇额娘，您的字就已经写得特别好了，竟然还说这德妃的字写得比您还要好。皇上，臣妾也习过书法，倒是特别想观摩一下德妃的字，行吗？皇贵妃啊，你人非常聪明，书法也不错，但是要跟德妃比起来，还是有一点差距的。好啊，你一会儿应该好好观摩她的字。皇上，臣妾等会儿也想观摩一下德妃的书法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样吧，等一会儿你们每个人都观摩观摩德妃的字，看看有没有皇额娘说的那么好。对了，皇额娘，今日为了给玄烨庆贺生辰，德妃啊还特意带琴来了，咱们要不听德妃唱上一曲？既然是德妃的心意，皇帝又钦点，那就唱吧。臣妾多谢皇额娘。婉儿，将德妃娘娘的琴请上来。皇阿玛，董娘娘唱的可好了，真的。哎，郑王爷，现在距咱们议政会议交旗印只有10日了。可我看现在废除德妃之事，
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不着急，这件事情，太后娘娘不是做过郑重承诺吗？德妃未废，旗印不还在我们手里面吗？本王说句敖大人又不爱听的话，若是到时候皇上不废妃，又想要旗印的话，敖大人会不会像上次三法之事一样，临时转变立场呢？是啊，敖大人，这事儿你得当众表个态呀。左大人，这事儿与上次议废三法是两码事儿。三法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弊端，所以本官在深切理解太后娘娘的懿旨之后，决定减掉自己的一些特权。鳌拜在此郑重承诺，废妃和交旗印，本官定和议政会议保持共进退。再说这件事儿，太后娘娘和议政会议意见是一致的，何来转变立场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有敖大人这番言语，我们议政会议便上下一心。皇上想要得到旗印，必须废掉德妃。是啊，这就好啊。对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炎炎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江流婉转绕芳甸，月照华丽皆似霰。空里流霜不觉飞，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古月轮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思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？皇帝，德妃今日可是大出风头，又是书法又是唱曲儿，真长脸。他这么做，除了是为了给学业庆生，更想让皇额娘高兴啊。皇额娘，儿子感谢皇额娘能够赏脸，给德妃一次这么难得孝顺皇额娘的机会。方才儿子还担心，怕皇额娘您不让她唱这一曲了。三阿哥的生辰，额娘怎么能扫兴呢？再说，德妃的这个曲子也唱得确实极好，将春江明月、波光千里，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额娘的眼前。皇额娘，早知道皇上如此喜欢唱戏之人，唱好了便能得皇上的恩宠，那臣妾们早都该去学唱戏了。如今这后宫啊，定是一派莺歌燕舞，胜似戏园，
也就不是这德妃一人独宠的景象了。索尔纳，德妃献唱，那是为了给三阿哥助兴，这跟宠不宠没什么关系。如果你想唱，不妨你也来唱一首。皇上，臣妾哪敢唱，哪会唱啊？这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臣妾连听都未曾听过。臣妾想说的是，这能歌善舞，只是女人的奇技淫巧。若皇上一味的喜欢这种奇技淫巧，那会让皇后和妃嫔们无所适从。且这种善于奇技淫巧之人，多有不测之心。索尔纳，你总是废话多，赐你敬妃，你还是敬不了。能歌善舞有什么不好啊？哀家就喜欢听优美的曲儿，看优美的舞。德妃，索尔纳是一派胡言，你不需要理会他。接着唱。臣妾多谢皇额娘。三阿哥，你真有意思，这2日一得闲，便看德妃娘娘抄的诗。这些诗啊，你不早就倒背如流了吗？你不懂，我这是在赏字赏文。董娘娘不光字写得好，这些评点呢也是大有见地，可谓是开卷有益。我没想到董娘娘会有如此见解，让人钦佩。三阿哥，不好了，三阿哥晕倒了。金太医，三阿哥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人不要紧吧？贵妃娘娘，三阿哥的症状像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三阿哥怎么会中毒呢？是吃了什么东西吗？不像食物中毒，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让三阿哥中了毒啊！另外什么东西中毒？而且还是慢性中毒。金太医，你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容贵妃娘娘，三阿哥这2天和什么东西接触最多？方才三阿哥晕倒的时候，他正在干什么？方才正在做抄写练字的功课，完了就看董娘娘送他的生辰礼物。主子，三阿哥最近接触最多的东西，恐怕就是德妃娘娘送的唐诗。你胡说什么？难道德妃娘娘送的唐诗会有毒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回金太医的话。容贵妃娘娘将那本唐诗给卑职看看。金太医，你确定三阿哥已无大碍？要是出了什么大事，哀家就要你的人头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卑职仔细查看了三阿哥的情状和脉象，又及时给三阿哥灌服了解药，三阿哥定无大碍。你确定三阿哥是中了诗本上的毒？千真万确，卑职仔细查验了诗本，每页的边沿都浸过毒药水。皇额娘，这真是令人惊惶。这本唐诗里怎会有毒药？幸好三阿哥身体健壮，接触这毒诗本的时日不长，否则就难说了。有人竟敢借送生辰礼物之机来下手害三阿哥，他是不想活了。皇额娘，礼物虽是德妃送的，
但臣妾不相信德妃会害三阿哥。你当然不相信是德妃做的，不是他又是谁？哀家着手处理这件事。荣贵妃、金太医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不可以对任何人说这件事，知道吗？是。苏娜，你到门外守着，任何人，包括皇帝来了，都要挡驾。是。从日子算，快有消息传来了吧？主子，贤妃娘娘来了。妹妹见过姐姐。珠儿，你先出去。是。有消息了吗？我的人看见金太医去了承乾宫，后来荣贵妃和金太医又一起去了慈宁宫，而且荣贵妃的表情十分惊惧紧张。成了，董小宛死定了。那三阿哥的情况如何？有消息吗？看样子，三阿哥应该无大事。唉，想通过这种方法取三阿哥的命，也没那么罪。董小宛真是胆大妄为。太后娘娘认定是德妃娘娘所为，尸本是德妃送的，金太医已经鉴定是毒药水所侵。进毒药水再晒干需要时间，谁能从容做到呢？只有德妃自己。平日德妃与三阿哥这么亲近，原来是包藏着这么险恶的用心。太后娘娘，恕奴才愚昧，斗胆问问，德妃娘娘为什么要害三阿哥呢？她害了三阿哥，对她有什么好处呢？要说好处，好处太大了。董小宛已经看出三阿哥的地位非同一般，说白点，三阿哥随时可以立为太子。哀家相信，他一直盼望可以同皇帝生孩子。只要他同皇帝生下了孩子，特别是阿哥，他的地位就真正稳固了。母凭子贵，他就可以凭借这个孩子和皇帝对他的爱，继续往上走。董小宛的野心和梦想是什么？便是他与皇帝的孩子，日后能够成为我大清的皇帝。也就是因为这个野心，令他对三阿哥下毒手。太后娘娘圣明，太后娘娘这么一说，奴才开窍了。德妃下手的动机也有了，不过，奴才还有一个问题：德妃这么做，那不是暴露了自己吗？万岁爷要是知道德妃下毒害三阿哥，那还不将他废了？太后娘娘也可以用后宫的规矩，要了他的人头。刘光彩，你如此老道的人，也有天真的时候。哀家告诉你，董小宛可是个极聪明的人，他敢这么做，也算定皇帝绝不相信他会下手害三阿哥。皇帝不相信他是个恶人坏人，哀家又怎能杀他的头呢？姐姐近来啊，心情大好。这三阿哥玄夜过生辰那天，皇额娘不仅对姐姐和颜悦色，还训斥了恶意挑衅的索尔纳。姐姐觉得，皇额娘对姐姐的态度缓和了不少，这是个好兆头啊。可依扣扣看，太后娘娘那天是看在皇上的面子上才对姐姐和颜悦色的。那日皇上可是刻意让姐姐得个头彩，好压压她那几个恶气。扣扣，你也别这么说，姐姐倒觉得皇额娘是真心喜欢姐姐唱曲儿，所以啊，姐姐得好好练琴，
可不能让自己这身才艺退步了。以后，姐姐也可以用自己的才艺，好好的孝顺皇额娘。姐姐要是嫁在民间啊，绝对是天底下最难得的好媳妇儿。太后娘娘对奴才有什么指示，请太后娘娘下旨。你要做的事情多了，哀家就亲手写一份懿旨吧。什么？太后娘娘要亲笔写懿旨？哎呀，这好多年了，太后娘娘都未曾写过懿旨了。哀家要捉拿董小宛，皇帝又拼命的护着，没有懿旨，你们如何办事？刘光才接旨。奴才谨接太后娘娘懿旨。哀家亲笔写了2份懿旨，一份给你，你好办事；一份给鳌拜，你速教鳌拜。董小宛和钟粹宫的下人，由你和鳌拜共审，其中含义你明白吗？这，奴才明白。传旨给鳌拜后，你再将这件事禀报给皇帝，让皇帝速来见我。太后娘娘，奴才就担心万岁爷会让英统领带着侍卫守卫钟粹宫，不会让奴才和鳌拜大人进去抓人。皇帝一定会这么做，所以哀家已让鳌拜带兵进宫。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，出大事了！英格尔，何事让你如此惊慌？回皇上，奴才的人得到消息，说三阿哥被人下毒了。你说什么？三阿哥现在人怎么样了？三阿哥并无大碍，金太医已经瞧过了，是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啊！英格尔，你吓死朕了！英格尔，害三阿哥之人查到了吗？皇上，更吓人的事情就在这里，有人怀疑是德妃娘娘下的毒。什么？谁怀疑的？啊？谁这么混账，怀疑到德妃身上？回皇上，怀疑德妃娘娘的人是太后娘娘。英格尔，你现在带人去钟粹宫把德妃接到朕这儿来。朕不相信是德妃毒害三阿哥，朕一定要保护她，不受到任何伤害。这，哎，英统领且慢。皇上，千万不可以将德妃娘娘接到这里来呀，因为那是后宫的事，应该由太后娘娘做主啊。可现在皇额娘已经认定是德妃下毒害的三阿哥，这事中冤案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德妃。朕要将她接来，也要问问她是否知道这尸本有毒的情况。请皇上冷静，臣以为，皇上对德妃娘娘的宠爱宫中尽知，如果由皇上来问德妃，这不合适，也无法令人信服啊。皇上，德妃这件事可是牵涉面积广的大事啊！如果皇上想违反宫里的规矩和制度来保护德妃娘娘，那么不仅是太后娘娘不会答应，议政会议也不会答应啊！皇上，洪大人说的对，若是将德妃娘娘接到御书房来，太后娘娘必然不答应，那宫中便大乱了。洪师傅，
那你有何良策？皇上，臣建议让鹰统领带上几名侍卫，到钟粹宫那里守着德妃娘娘，静观事态的发展。这样，既可以表明皇上的态度，又不至于让太后生怒。德妃娘娘宫里有什么情况，鹰统领可以及时的禀报皇上。但是鹰统领绝对不可以同太后的人发生冲突。是，英格尔，奴才在。你立刻带人去钟粹宫，保护德妃。正。皇上，太后很快就会派人来请皇上去慈宁宫，请皇上静候消息了。什么？我送三阿哥的尸板上有毒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一定是有人要陷害德妃娘娘。娘娘，这件事情由太后娘娘处置，皇上不宜过问。本来皇上是要将娘娘接走加以保护的，可是被洪大人给劝住了。洪大人劝阻的好，这事皇额娘当然要查清楚真相，我也要全力配合皇额娘查清楚真相。皇上自然不能从中阻碍，更不能因为这件事和皇额娘再起什么冲突啊！娘娘，如何回答太后娘娘的话，您一定要三思啊。这个倒好说，皇额娘问什么，我实话实说便是了。鹰统领，鹰统领，启禀娘娘，鹰统领，鳌拜将军带着一队亲兵要进来抓人。什么？鳌拜带兵进宫了？英格尔，你一定要拦住他们。扣扣，不要着急。娘娘，奴才出去看看。姐姐，究竟是谁这么狠毒，要置姐姐于死地啊？敖大人，鹰统领，让你的人闪开，本官要进钟粹宫。宫中重地，大人竟然带兵进宫，也太大胆了吧！本官大不大胆，不是你该问的事儿。没错，论官职，大人比本官高3级，可本官是皇上的侍卫统领，奉皇上之命守卫钟粹宫。大人为何要进钟粹宫？必须说个明白。本官进钟粹宫，是要带走德妃娘娘问话。大人凭什么带走德妃娘娘？没有圣谕，休想进钟粹宫一步。圣谕，这就是圣谕。此乃太后娘娘亲笔手谕。英格尔，接一旨，你看清楚了。既如此，大人可以带走德妃。不过，德妃娘娘的事情正在调查，暂无定论，请大人带走娘娘的时候注意礼节，切勿轻慢。德妃娘娘是皇上宠爱之人，本官不会轻慢的。说实话，要不是太后娘娘亲笔手谕，本官还真不想沾此事。鹰统领，让道吧。都让开！这就。皇娘，儿子只是以为您对德妃有所怀疑，才会经查此事。可儿子万万没有想到，您已经认定这件事情就是德妃所为。你还亲下手谕，让鳌拜带兵去抓他。说不上抓，鳌拜是请德妃到慈宁宫来问话，额娘让鳌拜带兵去也是不得已。鳌拜一无手令，二无亲兵，英格尔会让他带走德妃吗？可这件事情尚未查清楚，
皇娘怎么就能认定下毒之事就是德妃所为呢？额娘的理由，相信刘光才已经讲得很清楚。是，刘光才已经禀报儿子了。皇娘，儿子承认您分析的大有道理。可依儿子对德妃的了解，德妃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皇帝，德妃的事是后宫的事，额娘期望皇帝能够冷静对待，不要干扰额娘处置这件事。皇娘，这件事情关系到三阿哥，还不能说只是后宫之事。这也是为什么儿子这么关心的原因。不，它就是后宫的事，应由额娘处理。皇帝不能因为对德妃的情就想袒护。额娘让鳌拜和刘光才共同审理这件事，就是要让皇帝和议政会议都无话可说。还有，审问期间，未经额娘同意，皇帝不能见德妃。好，儿子不干扰皇娘审案，但是皇娘，您一定要提醒鳌拜和刘光才，绝对不可以对德妃刑讯逼供。德妃，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本宫不知道敖大人所说的事实指的是什么。三阿哥玄烨，因为你送的诗本中了毒，万幸没出大事。诗本是你抄写的，也是你送过去的。诗本之前就没出过钟粹宫，不是你下的毒，那又是谁啊？如敖大人所说，三阿哥的诗本确实是本宫送的。可本宫想问敖大人，本宫为何要毒害三阿哥呢？娘娘，恕奴才斗胆，妄测一下娘娘您为何毒害三阿哥。您刚才之意是无下毒动机，可是你很清楚，只要杀了三阿哥，娘娘生子必立为储君，宫中便无人能与娘娘抗衡。我与皇上有约，永不生子，此事公公你是知道的。你与皇上有此约定，本官也很清楚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你仍难自圆其说。你如何解释诗本上有毒这事儿？敖大人，诗本上若有毒，谁都难脱嫌疑，为何要说是本宫所为？钟粹宫的公公宫女，其他后宫的人，要说下毒的话，他们都有机会。为何非要把毒害三阿哥的罪名强加在本宫头上？不错，钟粹宫的人嫌疑无疑是最大的。现在，鹰统领正在那里亲自主审。额娘想问你一句话：德妃出这样的事，皇帝应尽快决定废除她妃子之位。儿子已经说过，儿子不相信此事是德妃所为，何谈废妃之事？恐怕皇帝必须要考虑这件事。如果皇帝主动废妃，德妃还可以移居南苑，额娘也会说服议政大臣，不再追逼这件事。额娘也可暂时不追究德妃之责，废黜德妃，议政会议交其印，皇帝就可以亲掌两黄旗。这个结果既自然又圆满，皇帝需要好好想一想。皇娘这么说，的确是很自然，也很圆满。可这件事情，德妃却变成了牺牲品。董小宛怎能叫牺牲品？她本来就有罪，如今就是个罪人。因为皇帝对她的情，额娘想网开一面。为何皇帝你就不能理解额娘的苦心呢？若此事是德妃所为，儿子会立刻下旨废了她的妃位，而且会给予她更严重的惩罚。皇帝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一旦查实德妃有罪，可是杀头之罪。若这件事情真是德妃害的三阿哥，就按宫中的规矩办，儿子绝不袒护。如果他没罪，谁也不可以把他变成牺牲品。
皇娘，儿子不耽误您审案了，儿子告退。那天你干什么去了？启禀大人，奴才那天在御花园。和谁在一起？和德妃娘娘。都干了些什么？等候德妃娘娘赏花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这。带下一个。那天你干什么去了？回禀大人，那天，本公公告诉你，你要知道，你所犯的事，是属于后宫之事，万岁爷保不了你，所以你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，你要实话实说，休想抵赖。刘公公，本宫每字每句都是实话，何来抵赖之说？那奴才问娘娘，你抄写诗本后，放在房间里，放了几天？本宫抄完诗本后，诗本放在本宫书房有2日，其中有个下午，不少人有机会进入本宫的书房。你是说，那个下午你不在房间，这个时候，有人可以趁机会进你的房间作案？是，那日坤宁宫皇后娘娘有一个例行聚会，那日我除了抬轿的公公还有扣扣，没有带任何其他人。现在想来，一定是那天下午有人偷偷进我书房犯下此案。刘公公，太后娘娘让问问审案的情况。知道了。德妃不承认下毒，那是再正常不过了。依哀家看，他提到那个下午是想故意混淆视听，他只带扣扣一个人出去，也正是想给扣扣避嫌。贼喊捉贼，反露马脚。太后娘娘圣明，奴才已经派人将这边的情况通报给了英统领，请他逐一排查，或可查明真相。英格尔那边真能查出作案的人，那就算哀家冤枉了董小宛。不过哀家坚信，哀家判断的没错。刘光彩，董小宛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会装纯洁以示清白，他还会仗着皇帝对他的宠爱有恃无恐，不给他吃点苦头，他是绝对不会承认所犯罪行的。那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又要德妃招供，又不能对他用刑伤身。刘光彩，你有什么法子可以帮哀家解决这个难题？太后娘娘都觉得这件事很为难，奴才能想出什么好法子来呢？那么哀家就给你们个法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、鳌拜、苏娜3人轮流去审问德妃，不让她休息睡觉，定能让她露出破绽。
让开！哎，官爷，你这个人见过没有？没见过。真的没有？官爷，真没见过呀。樱统领，皇上，奴才查了6日，并未查出钟粹宫是谁下的毒。德妃娘娘所说那个下午，一共有6个人进过德妃娘娘的书房，2个公公，4个侍女。可这6个人是在不同的时间，因为不同的事情分别进入的，所以没有其他旁证，很难查实。说到旁证，德妃的尸本是用药水浸过的，那就得有盛药水的东西。这方面，你有查出什么线索吗？奴才反复测试了这个环节。德妃娘娘的尸本很薄，只有不足20页。金太医和刘公公已经验明，药水只浸在每页的边缘，所需药水不多，只需一个小瓶放在怀里即可。且作案时间不必太长，所以物证也很难获取。皇上又不准许奴才严刑拷审那几个嫌疑人。没有证据，你把6个人都严刑拷审，没有道理。再说了，就算严刑之下有人招了，那也是乱招，是冤案。朕要查出的是真正的凶手。皇上圣明，此案十分凶险恶毒，必须查出真凶。再说假招假供，必会有漏洞，而且太后那里也不会认可。无人证、物证，确实很难查。洪师傅，你认为真凶会是谁？老臣猜想，嫌疑最大的当是后宫最痛恨德妃娘娘的某位皇妃。主子，贤妃娘娘来了，妹妹给姐姐请安。珠儿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妹妹快坐。谢姐姐。我请妹妹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！英格尔几人在钟粹宫查了整整6日，一无所获。董小宛之罪再难洗脱了。姐姐的手段实在高明。姐姐，待事情过去之后，我好想听听姐姐在钟粹宫的眼线，讲讲审案的情况，想必一定非常精彩。本的。洪师傅，你认为朕可以考虑废妃之事？皇上对德妃娘娘一片深情，皇上断不会同意废妃，只是如今的局面太过严峻。皇上是否可以考虑退一步，等亲掌2皇齐印之后，再行择机恢复德妃的妃位？英格尔，你是何意见？这么大的事，奴才哪会发表意见？不过，奴才觉得洪大人言之有理，先拿到齐印再说，等2皇齐印在手，再重立娘娘为妃。到时候谁敢再有2话，皇上一下旨，奴才就对他不客气，这就等于是个假废妃。假不了啊，假不了。废了再立，谈何容易？更严重的是，朕现在一旦同意废妃，那就证明德妃毒害3阿哥的罪名是坐实了。那她以后在后宫里该如何立足？审了6日，德妃还是没招。她的心智真够强的，在回答问题的时候
可有漏洞？太后娘娘，德妃已经接近崩溃，神情恍惚，精神不济，就连言语也出现多次的矛盾。可是，不管怎么审她，德妃丝毫没有承认是她下的毒。后天就是议政会议交旗印的日子，这件案子今明两日必须有个了结。刘光彩，看来哀家该同他谈谈。奴才要不要把德妃带过来？就在慈宁宫，几步路，哀家还是自己去吧。这，奴才带路。整整6天了，皇上不知道急成什么样了。马上就要到交旗印的日子了，皇上啊，皇上，千万不要冲动强来啊！鸟儿啊，你是从哪里飞过来的？你怎么会飞进这皇宫呢？又是谁的毒箭射中了你？我该怎么救你？我没办法救你。太后娘娘，我们要不要进去啊？再等等，看看他要做什么。姑姑，苏娜觉得德妃真的不像是会害人的样子。苏娜真的不相信。一只鸟能说明什么？刘光彩，奴才在。其他人不要进来，你们俩随我进去。你们都候着吧。德妃娘娘，臣妾参见皇额娘。我们该好好谈谈了。
审了你6日，你都没承认所犯之罪，罪还真硬。皇额娘，臣妾并未犯下任何罪行，因此不能认下这莫须有的罪名。莫须有？钟粹宫那边的人已经审过，是英格尔亲自审的。你别看英格尔平时连成语都说不周全，但他审案可是把好手。他拼了命想在那些服侍你的下人当中抓出下毒的人，可惜仍然一无所获。皇额娘，这正好证明臣妾无辜。你别叫额娘，你叫太后吧。你叫额娘呢，不好审案。是。董小宛，哀家建议你主动认罪。毕竟三阿哥是有惊无险，没出什么大事。你是皇帝最宠爱的女人，你认了罪，哀家保你性命无虞，也还可以住在宫里。只不过你的妃位就得被废掉。太后娘娘想要废掉小婉的妃位，可以尽管废掉。可是要小婉担上毒害三阿哥的罪名，小婉绝不接受。听你的口气，好像哀家要强加给你什么罪名，真是大胆放肆！太后娘娘息怒，小婉绝无任何冒犯太后娘娘之意。小婉只是想澄清冤情。太后娘娘是天底下最睿智的人，难道太后娘娘真的相信小婉会做下这等事？小婉目的何在？动机何在？你的动机目的就是保住你以后的孩子。孩子？太后娘娘不是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？小婉怎么可能怀上孩子呢？不错，眼下你同皇帝是不可能有孩子，但往后呢？往后也能保证不生孩子吗？太后娘娘圣明，皇上确实有此心，可是小婉没有，因为小婉知道，倘若小婉怀了孩子，会给皇上带来巨大的麻烦和凶险，所以小婉早就想好了，小婉绝不会让自己怀上孩子。哼，所有能够进宫接近皇帝的女人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同皇帝生下孩子。皇宫女人地位的尊卑，以后都是由孩子来决定的。你进了皇宫，又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，你凭什么敢说你自己就可以例外呢？这不是弥天大谎吗？刘公公，德妃的事情真的弄得苏娜十分痛苦。说什么我都不相信德妃能干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来。刘公公，您阅人无数，难道你也相信德妃是罪犯吗？苏娜姑娘，公公跟你说句心里话吧，公公也不相信是德妃干的。可是太后娘娘认准了是德妃所为，太后娘娘是圣明的呀，错的永远是咱们。但是姑姑这一次一定是断错了，断错的原因便是因为两黄旗旗印，姑姑必须要废了德妃的妃位。这时钟粹宫又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姑姑定是会揪住不放的。苏娜姑娘，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！你不要认为太后娘娘十分疼你，你就可以说出这种不敬之言呐。苏娜不是不敢当着姑姑的面说，而是苏娜的话能有什么用呢？唉，太后娘娘，小婉知道，小婉对皇上的情是外人无法理解的。可是太后娘娘，小婉本就不是这皇宫的人，小婉更没有母凭子贵的想法。好，就如太后娘娘所说，小婉真的有动机，有目的。可是如此明目张胆、无法逃脱的手段，也太愚蠢了吧！
你不蠢，你很聪明，你知道，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，皇帝绝对不会相信你会做下此案。太后娘娘，我知道，您一直想赶小婉出宫去，可是这件案子很明显，就是后宫的嫔妃有人在刻意陷害小婉，只是小婉没有那么深的心机防范她。再说，这后宫深似海，小婉就算防也防不胜防啊。不错，今日的小婉，就像刚才院里那只中箭的小鸟，正在垂死挣扎。若不是小婉认下这罪会毁了皇上，小婉真想认下此罪一死了之。可是小婉不能认下这罪，因为小婉知道这个罪名实在太大，小婉不能认下这罪毁了皇上，不能让皇上背上心灵的枷锁。太后娘娘，您是天底下最有权威、最聪明智慧的人，小婉现在请您告诉我，小婉究竟该如何做？小婉该如何做才能合了您的意呀？刘公公，这德妃在里面好像失态哭闹起来了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看？不要进去，就是要她这种失态失控，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。太后娘娘，您知道吗？小婉一直期盼有一天，太后娘娘能够真心的接纳小婉。小婉记得，小婉那次得了重病，误了请安的时辰。小婉去慈宁宫给您请安的时候，高烧晕倒在地。在小婉晕倒前，仿佛从您的眼中看到泪水。您知道，这泪光让小婉激动温暖了很久。别哭了，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对不起，太后娘娘，臣妾连夜受审，精神紧张，是臣妾失言了。你冷静下来，我们俩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过2天就是议政会议要交旗印的日子，但议政会议交旗印的前提是废除你这个汉女的妃位。你不认罪呢，皇帝就绝不废妃；皇帝不废妃，议政大臣就拒绝交出旗印。皇帝不能亲掌两皇旗印，那么皇帝又怎能有皇威皇权？你口口声声说对皇帝有情，难道你没想过旗印有多重要吗？太后娘娘，小婉深知旗印的重要性。若是其他什么罪名，小婉非常愿意配合太后娘娘。可是毒杀3阿哥的罪名太大了，小婉不敢认。不敢认的原因，小婉刚才说过了。倘若小婉认下这罪，毁掉的不仅仅是小婉，毁掉的更是皇上。这个哀家就不明白了，你认罪受罚，为何你就认定皇帝也跟着你玩了呢？太后娘娘，小婉说句冒犯的话，就算小婉被逼被迫强认了这罪，皇上也绝不会相信的。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不过你太高看自己了，太不了解皇室王朝了。哀家就告诉你，若是皇帝知道确实是你做的案，皇帝会有一阵痛苦难受，但是会断然无情地惩治你的罪行。这可是皇帝亲口对哀家说的，因此你认下罪，绝对不会毁了皇帝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哀家所说的都是实情。哀家再告诉你，
议政会议的权力比你知道的更大。若你认了罪，就算皇帝不相信，议政大臣都可以行使权力直接废妃。议政会议可以直接废妃？这是皇室与议政会议的约定，为了防止皇帝专宠某位嫔妃，乱了朝政后宫。若是嫔妃犯有大罪，不需要皇帝下旨，议政会议可以直接废妃，皇帝和哀家都无权阻止。若是皇帝想动用武力来保护嫔妃，8级王公可以联合起兵对付皇帝。这里面的厉害，你听得明白吗？皇上，臣有个担心，如果德妃娘娘认这个罪，该如何是好啊？你说德妃会认下这构陷之罪？这怎么可能？是啊，洪大人，您这个担心也太奇怪了。皇上，太后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来审理此案，而且慈宁宫又封锁消息，连皇上都不让进去，就更加表明太后一定是铁了心要定德妃娘娘的罪呀，让皇上可以顺利得到两黄旗印。皇上，德妃娘娘如今已经在慈宁宫里面6日，她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清楚，老臣实在担心德妃娘娘斗不过太后，会被逼无奈认罪呀。你是说，皇娘会对德妃用刑？不会的，皇娘答应过朕，她不会对德妃用刑的。皇上啊，不用刑具审案，也会有其他的办法，可以令德妃娘娘崩溃呀，比如轮番审问，不让她休息，而导致德妃娘娘丧失斗志，不用任何刑具审案，皇上也不能说什么，但是太后要的效果却达到了。洪大人，太后娘娘想要的效果，英格尔不太明白。太后娘娘想要的效果，就是要在德妃娘娘筋疲力尽、丧失斗志的时候，太后娘娘就会利用德妃对皇上的深爱之心，为皇上愿意牺牲一切之心，诱使或者逼迫其认下此罪名。要知道，太后娘娘意志如铁，无所不能，她想要做什么，一定要做成的。是啊，皇上，若太后娘娘定要定德妃娘娘的罪，德妃娘娘怕是顶不住啊。要讲明的话都已经讲了，若是你真像刚才说的那么爱皇帝，你就认下你所犯的罪行，好让皇帝可以顺利掌管两黄旗旗印。哀家保证，不会赶你出皇宫，你还可以见到皇帝。若是日后查明你真是被冤枉的，皇帝要重立你的妃位，哀家绝不阻拦。最好的出路，哀家已经给你指明了，你只需要点个头，事情就解决了。皇帝只有亲掌两黄旗旗印，皇帝才可以对付议政会议，就可以做他想做的几件大事。皇帝亲掌两黄旗旗印，对皇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哀家知道认罪很难，但这样拖下去更加苦，更加难。你不需要多说话，你只需要点个头就行。是你一时糊涂下的毒，对吗？臣妾一时什么？你说下去。太后娘娘，臣妾被连审6日，头昏脑胀且精力不济，臣妾想仔细想想，再做回答。好，你坐下来，
好好想想吧。谢太后娘娘。我认了这莫须有的罪名，满朝王公大臣会耻笑皇上，皇上会很难堪。我不能忍。现在的大难题是皇上不废我，就不能亲掌两黄旗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就算是德妃，她认了这罪，朕也不承认，朕也不相信。皇上不会忘记，当初为了防止皇上会专宠某位嫔妃，招致江山祸患，议政会议与皇室有约，如果出现皇妃犯下重罪，而皇上不愿意废妃或者加以惩治，那么议政会议就有权干预后宫的。昨日朕2次请求皇娘结束审讯，皇娘都没有答应。她说今日就是最后一日。不对，不能再让德妃接受审讯了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你带朕的口谕，去慈宁宫告诉皇额娘，钟粹宫的审讯已经结束，德妃的审讯也应该结束。让皇额娘马上放德妃回宫，朕要立刻见到德妃。奴才遵旨。可是慈宁宫有侍卫和鳌拜的人守着，不让进啊。你带侍卫前去，让守卫进去通报皇额娘。你领有朕的口谕，又带着人，他们是不敢不进去禀报的。皇上，要是太后娘娘得报后不放人，奴才该怎么办呀？那朕只好亲自到慈宁宫，亲自去接走德妃。这。洪师傅，幸亏你想到这层提醒了朕。若德妃一旦点头认罪，那这件事情就不好收拾了。皇上，希望德妃娘娘能够顶得住，不要认下这桩冤罪呀。何必哀家比你明白10倍？哀家给你的道你不走，等查明了你的罪行，你是死罪无赦，到时候皇帝不就更加难过吗？这点你想过没有？小婉想过，但小婉相信清者自清，小婉也坚信皇上绝不会坐视这种冤案的发生。董小婉，你真以为哀家不敢杀你的头？刘公公，刘公公，什么事啊？出事了！侍卫统领殷大人带兵前来。行，知道了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这。太后娘娘，奴才有急事禀报太后娘娘。进来。这。太后娘娘吉祥。太后娘娘，殷统领领了万岁爷口谕，带着侍卫请太后娘娘放了德妃。皇帝这么做是什么意思？殷统领传万岁爷的话说，对德妃已连审了6日，德妃确定不是凶手，审讯结束了。万岁爷想立刻见到德妃。如果哀家不放人呢？皇帝又会怎么做？回太后娘娘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万岁爷就亲自来慈宁宫，请太后娘娘放人。董小婉，你真是个灾星祸水！你闹得皇宫不得安宁，皇帝竟然要跟哀家翻脸。太后娘娘，小婉有罪，小婉最担心的就是皇上与太后娘娘起冲突，这是小婉万万不想看到的局面呢。太后娘娘息怒，万岁爷也是请太后娘娘让德妃回去休息一阵，德妃一案完全由太后娘娘定夺。太后
后娘娘，德妃的罪名尚未坐实，万岁爷也是想问问德妃的情况。那奴才该怎样答复英统领呢？请太后娘娘明示。太后娘娘，小婉刚才的话还没说完，小婉心中已经想到法子，可以让皇上能够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。既然德妃有了法子，刘光才，你让人告诉英格尔，就在外面等，最多1个时辰，皇帝就可以见到德妃。这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你去告诉英统领，最多1个时辰，德妃娘娘就回去了。这，你说你有了法子，可以让皇帝得到两黄旗旗印，有什么法子？太后娘娘和议政会议要的，便是废除小婉的妃位。小婉的妃位废除，皇上便可以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。小婉不能认下这下毒的重罪，但小婉可以劝皇上废除小婉的妃位。你不认罪，皇帝又怎会下旨废妃？形势严峻急迫，小婉会劝皇上让小婉重回南苑。小婉也会让皇上明白，只有废除小婉妃位，才是真心对小婉好。哀家最了解皇帝，要想皇帝下旨废妃，你必须做到自毁形象，让皇帝讨厌。你明白吗？小婉明白，小婉会照太后娘娘所说去做的。很好，你跟皇帝谈过后，哀家再跟他谈。皇帝要在交旗印之前下旨废妃，如果皇帝不能亲掌两黄旗旗印，将是天下的笑话，皇室的耻辱。哀家绝对不想看到这个局面。董小婉，相信你也不想看到这个局面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小婉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。小婉恭送太后娘娘。小婉，你受苦了。你受大苦了。皇上，小婉没有受苦。刘公公还有敖大人对我很客气，苏娜姐就自然不用说了。你还骗朕！刘光才都把事情跟朕说了，没想到皇额娘会这么狠心。他还让苏娜他们轮流审问，不让你休息，朕好心疼。皇上，皇额娘这样做也自有她的道理。有什么道理？朕就不明白，皇娘为什么非要认定你就是那个下毒之人，而且今日皇娘还要亲自审你，这更让朕百思不得其解。皇上，小婉今天其实真的快顶不住了。皇额娘威势逼人，又对小婉说道，如果皇上不能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，会带来如何严重的后果。小婉觉得自己好累好苦，小婉真想认下这罪，便算。小婉，朕就是怕你顶不住皇额娘的威逼，受了诱使，
坚持不住认了罪，所以朕才派英格尔前去要人。没事了。没有证据，谁也休想定你的罪。皇上，皇上，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，后天便是议政会议交旗印的日子了。可议政大臣交出两黄旗旗印是有前提的。娘娘总算回来了，可娘娘她瘦得好吓人啊！唉，只可惜呀，没有查出作案的人，德妃娘娘也无法洗清冤情啊。怎么，公公也认为这是个冤案啊？刘公公能这么想，真是太让人欣慰了。啊，师爷，我师爷，这事儿啊，还得太后娘娘圣断呐。英格尔，要不是皇上派你去要人，娘娘这会儿还关在慈宁宫呢。萧婉恳请皇上下旨废妃。萧婉，这是皇额娘逼你这么说的吧？皇额娘自然也希望如此，可这是小婉自己想的理由。皇上，这当务之急最重要的，就是皇上可以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，所以小婉恳请皇上现在下旨废妃。小婉，朕好不容易才封你为妃，朕与你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你现在反倒求朕让朕废了你，你这不是让朕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？朕是大清皇帝，你怕什么？皇上，皇额娘说的对呀。若皇上不能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，皇上这大清的地位就没有坐稳。皇上想干的那几件大事，就一件也干不成。皇上再想想吧。皇额娘说了，倘若皇上下旨废妃，皇额娘可以让小婉依旧回居南苑，而且皇上顺利接掌两黄旗旗印之后，皇额娘也同意皇上可以恢复小婉的妃位。皇额娘绝不阻挠。你何罪之有啊？朕为什么要废了你？为什么要向他们低头？皇上，小婉现在最着想的、最焦虑的就是皇上啊！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皇上是最睿智、最有谋略的，皇上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，先绕过这个阿胶险滩呢？小婉，你糊涂！如果朕现在废了你，就等于承认了你就是毒害三阿哥的凶手，那你往后在这宫里还待得下去吗？你还抬得起头吗？朕还抬得起头吗？如果那帮议政大臣知道了，他们心里一定会乐开了花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以后还会把朕放在眼里吗？皇上如何训斥责骂臣妾都行，但臣妾不是糊涂，臣妾认为这的确是个解决的办法。小婉，你怎么又自称臣妾了？朕跟你说过，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你不必用这个称呼。是啊，皇上疼爱小婉，看重小婉，不让小婉自称臣妾。而皇额娘讨厌小婉，憎恶小婉，也不准小婉自称臣妾，小婉都没资格自称臣妾。我董小婉归了满旗，一个汉女归了旗，封了妃，又能怎样？我董小婉还是江南的董小婉呢。皇娘她不准你自称臣妾，不准你叫她皇额娘，凭什么？你是皇妃，你为什么不能叫她皇额娘？我怎么会有跟皇上说这种话？我真是头晕糊涂了。好，朕知道了。皇娘这是要故意刺激你，她就是要利用你的孝顺之心，让你主动来向朕提出，让朕
废除你的妃位。皇上，皇娘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皇上，其实皇额娘所做的一切，也是为了皇上。皇额娘对臣妾说，皇上废除臣妾的妃位，可以不用提3阿哥的毒誓本一案，就以臣妾自觉尚不配为妃，自己提出为由。这个理由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？啊，你觉得朕会接受这个理由吗？